自學數學話咁易。到底一個平面圖形嘅面積大小同埋佢嘅周界長度有冇直接關係呢？的確，有啲平面圖形佢嘅面積越大，周界亦都越長。但係睇下呢兩個面積唔同嘅平面圖形，佢哋嘅周界長度係相等嘅。再睇下呢兩個長方形，佢哋面積係相等嘅，但係佢哋嘅周界係唔相等嘅。呢兩個平面圖形，圖形 A 嘅周界長度係短過圖形 B 嘅，但係圖形 A 嘅面積大小係大過圖形 B 嘅。周界係指一個平面圖形外圍邊界嘅總長度，而面積就係指一個平面圖形所佔嘅空間大小。兩者係冇必然關係嘅。養成預習好習慣，學好數學並唔難。